云林论播伊咧同意家林坤辉，本单系做广告扛棒嘅头路，屯事业交本来嘅过后，亦开始嘅艺术创作人生。按当年韩国媒体同意创作，韩国作为一系列海洋生活嘅作品，但佢嘅作品都做到像真实嘅样嘅，人看嚟就見講真嘅韓奇哦。你希望安尼大家向下來關心海洋嘅議題，你希望有改到同意家嘅輪輩。下擺會有一個地方行嘅業位，安尼同意家會有韓國好嘅發揮，做出韓國島嘅作品來豐富台灣客家文化。發揮釣魚後盾回馬，一紮細動作，從運動時嘅會中生活，可以來動身法，看到現在所做嘅。哦，這魚啊吼，看起來吼，敢若咱是去菜市安尼掠轉來安尼，很新鮮安尼。哦，啊，活跳跳安尼，做水的安尼。那些魚的那個就是着色啊什麼的啊，都覺得真的就是跟真的很像，尤其像那個海馬，它真的是等比例放大，然後所有的顏色細節都用得很棒，這樣子。海馬會更大嚇，哦，一難規下，你每半做未辦，啊，嗰個比咧，哦，冇錢，啊，過高嚇，啊，橋到橋，所以。是啊，確實真緊，你做嘅時間都多，啊，所以吼做係較簡單。來到同一家林坤輝嘅工作室，從一起到水族館，特權作品都從轉見融合。為到創作，林坤輝就嘗試韓國藝術創作，出係為看各種魚。250嘅車係。好啊。2分成好幾層，對吧？嗱，那了加個1層，所以你愛掛那個，啊，你看，一隻水一家上面有一塊有啊，有一塊。老師，你這個都要做出來啊？都要做出來。大概細嘅素材都當注意，手自己做嘅魚都從轉見解。鰭這雙邊都鰭，所以本來你也要做得很好，所以我定學學生講要做得很好，你一定愛甲摕轉來看這比例是安那一塊呢？唔是講我想象啊做一尾魚啊，連這個魚鱗袂當去個安尼畫個圈，這都唔藝術。哦，這好。嘿。這尾嗎？係，較不一樣嘅啦。因為海魚種類多，就會出各種各樣家當豐富，所以林坤輝就專門套海魚來做。赤海吼，因為伊紅色，伊嘅霸氣比較有，知道哈？所以做這款的吼比較好啦。啊，這碗魚吼，伊是養殖嘅，這嘛頂那沙巴魚嘅，就較無迄款嘅。啊，這沙巴魚你知道，伊顏色較少啦。貴中創業過後，就自家開店嚟做廣告看板。19年前，林坤輝從高本來嘅累積，佢自家做幾家己嘅藝術創作，下台時也搞實股，15年前開始搞回來。頭演的好比較屬於膠魚迄類嘅，啊，咱就一些頭是尖的，可以把它補上。細這種電腦就係佢嘅創作天地。條邊係打厝皮，早3-4點鐘，啊，電佫走嘅師傅就曉一個小介入嘅。因為魚做到好差唔多嘅15億，林坤輝冇馬用到工期，下都用少去年去做。我咧做，我咧教學生買泥鐵堆，啊，佫咧再個輪嚟好，啊，老師再冇工資，再工資，話日本嘅大叔嘛，鼓手佢點起來，所以規家又加班啦。林坤輝講用少年界下咗價值，也下咗本土，就嘅個廠行為少200。條邊樹梢係800度，天邊師傅係1230度，甚至較高1萬嘛要。啊，迄若在前賣拄迄貴啊，都冇18個，啊冇都而家空氣輪間嗰陣貴得陣幫位。唔過也因為用少兩年，下為潘婆冇上土，為喊阿橋來燒。啊燒10點鐘，因為一般人燒恁燒8點鐘、7點鐘捏嘅，啊捏袂久吼。捏起來含無平時，迄若燒上緊吼，攏無裂開，新梅吼，差可能唔梅。哦，啊，迄若燒含面咧，差6、7梅，啊，佫搞不好，佫無好看咧。客家貴嘅高廠最難解就係上酒，貴嘅作品為做來講，兩浦東出繞。一般為了無就無嘅，拍就拍，摸就摸嘅，啊一條，所以吼無按咪開，
外界就发出很让叫那各位绵绵散开。呢種참測作品除限為主立體感，也限生發。不過，特關注咗都係進攻世界，為受到東國會就表現得出幾界色彩。個1230度小橋，所以吼，我嘛讓麼，所以我冇得嚟寫嘅風色咧、霧色咧、青色咧、黃色咧。韓國最上游要做為本技術落去，我記得那片係上嚟乜嘅世界要做。其實講你選得了，冇啥算照顧，按照冇啥，所以有叫，但冇得太過咧，點淺點淺長色甲霧色咧，冇搭配佢夾做好，所以就變講你冇成那得了6個模啊。本來係地會調度自主自裁，求來求去嘅生活，上為時，也係點困會第二個創作嘅2018乃會係愛福下嘅作品。都人類甲所有污染規輪社會海地都會，所以全污染咗，污染原因就是買相關嘅款。用會中生態做主題，希望大家會來從事會中議題。香港點困會講，會馬係最難做嘅，實也係佢最沙皮嘅作品。接下來佢還會挑戰做兩下。因為貴嘅人骨這認到來是本吼，人家工程師確實真歹啊款。嗰個笑吼，因為貴梅蒼有橋倒起來，你話靠出白就斷了。眼睛做灰啊，個望做兩下。他的挑戰兩個。讓咱家認為做58歲嘅點困會，經挑戰自家，了不過也都會到作為排嘅展覽，10萬做作品，為下當然看到將嘅會中世界，也會對生態環境很有關係。